国政府高压统治维吾尔族穆斯林，除广设集中营关押成人，也没有放过孩童。美国《纽约时报》最新报道指，中国政府已将近50万孩童送进寄宿学校，目的是让这些孩童世俗化，并忠于党国。报道援引根据中国教育部公布的规划文件，东突厥斯坦近50万孩童已被送进寄宿学校。官方设定目标，明年年底前，东突厥斯坦每个乡镇至少要有1至2所符合义务教育学校标准化的寄宿制中小学。中国在东突厥斯坦对普通民众严格的监控政策，正在迫使当地的汉族民众外迁。据德国之声报道，库尔勒市的商人估计，过去几年由于政府的监控措施，大批本地居民外迁，导致当地人口锐减一半。而这些外迁的人口中，大多是中国共产党当初通过中国石油等公司的投资项目，吸引到当地居住的汉族人口。中国政府在东突厥斯坦实施全面维稳政策，据信已将超过100万维吾尔和其他少数民族关进再教营的消息，让全球高度关注该地区人权状况。在此背景下，当地的汉人虽然没有受到类似的监狱，但他们的生活似乎也受到不小的影响。中国在东突厥斯坦的镇压政策的反对声音继续在世界范围内升级。土耳其幸福党青年组织和安纳托利亚青年协会等组织在伊斯坦布尔的伊优布苏丹清真寺前举行了示威活动，抗议中国对东突厥斯坦维吾尔人的镇压和迫害。在德黑兰，伊朗土耳其人高举中国是恐怖分子的标语，抗议中国对东突厥斯坦穆斯林的迫害。与此同时，伊斯梅尔加斯布里斯祭司机协会在伊斯坦布尔举行了一场步行活动，以抗议俄罗斯对克里米亚塔塔人的镇压，以及中国对东突厥斯坦维吾尔人的镇压。香港反送中抗争运动持续半年多，仍然没有衰减。周六又有港人集会反送中，警方逮捕15人。据法新社报道，香港有网民周六下午和晚上在上水广场和九龙湾德福广场发起集会，也有示威者向游客高喊反大陆。在接近广东罗湖的上水广场，有数十人示威，并与警方爆发冲突，蒙面的便衣警察挥舞警棍，逮捕了14人，其中包括一名年仅14岁的女孩。随后，警方又在商场内部逮捕一名男子。美国不同政党和公职参选人正为明年大选加强造势，网上政治广告成为重要宣传渠道。串流音乐平台 Spotify 宣布，因公司未能有效过滤含有虚假讯息的广告，故将于明年初起停止接受政治广告。总部设在瑞典的 Spotify 在美国的用户人数庞大，大部分用户均使用设有广告的免费版。Spotify 发言人称，公司目前的系统不足以查核政治广告内容，所以决定自明年初起停止发放政治广告。